最近天气是真烧热，国内饲鸡成本悬，不过鸡卵的产量变较少，变较细粒，绩效嘛变较歹。农民怨叹讲是拢了钱，要求农业部莫阁主动因起价。也拿农商甲饲鸡协会按算伫2日开会来讨论鸡卵敢是要起价。鸡卵伫真侪人的生活中袂使欠缺，尤其是抑阁咧成长的学生囡仔。全国中小学到底要开学啊，即马传出国内的鸡卵供应也无够，营养午餐的用量可能受影响。农业部特务司是讲，因为有安全库存，供应无问题。开学的时候以后的需求会比较多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6000万颗的安全库存量、滚动的库存量，所以整个需求是够的。如果蛋贵，当然会影响传产业者跟学校的使用意愿。农业部上次的做法是用进口蛋来让市场的需求先满足，那可以有所谓的国产蛋可以调拨给传产业者做使用。农业部公布鸡卵每天的生产量维持113500箱，不过两家协会估算，实际日产量差不多是10万多箱尔，每天供应也欠缺差不多1万箱。官方甲民间的统计有争差。另外，因为两家饲养成本增加，农商甲养鸡协会议定要伫2日开会讨论两家是毋是爱调悬的代志。有两农是讲，其实绩效早就应该调悬，不过大家两农甲农商提出要调悬的需求，农业部就会施加压力，要求袂使起价。咱大本即个两目前是还阁无够啊，气候的问题吼，过热伊鸡啊状况歹若袂熟，伊成本悬啊生的卵歹。所以了开会时，大家反映讲爱起，这是农委会硬动，一直压抑这个单价，一直压。两农单秋地表示，因为气候烧热，互两家唔食饲料，所以生卵量下降，卵较细粒，卖了嘛较差。佮加上饲料的成本增加，希望农业部互两价，互市场来决定定价，莫佮打压。对两农指控施加压力，农业部表示，并无政府部门要求袂使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